无伫欠人什物，只有三疼，表示欠人。因为疼人的有真律法，因为所讲，毋通惊人，毋通杀人，毋通偷窃，毋通贪心，也是别条界，拢包含伫即句。要疼厝边，亲像疼家己。仁爱无害着厝边，所以仁爱是真律法。安尼生，即个时候就是恁已经着困醒的时，因为咱得着救，已去头前的时分啦。年要过，日时分啦，所以咱着转去黑暗的所行来穿光明的正觉，所行着端正，亲像第二时，无伫放纵酒醉，无伫好食佳人，无伫三更惯惰，要像主耶稣基督，无伫为着肉体劳磨，得到汉需要，汉请单迄个牧师讲道第8时，着困醒的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伫顶礼拜做礼拜煞，我收到一个信息，就是一位姊妹，伊伫做礼拜了后，伊传互我的。伊顶关写讲，会当来教会做伙，伫遮甲兄弟姊妹做伙灵思学乐，这真正是非常感谢的代志。真正咱真正是非常感谢咱。看见咱台湾第一线的遮个防疫的人员替咱把关，咱有真好的医疗，咱的人民嘛真守法，互咱所有兄弟姊妹拢带喙红坐伫遮来做礼拜。我想咱恢复礼拜的安尼日子吼，已经渐渐近啊。吼，今仔日咱嘛看到真侪位国外的兄弟姊妹坐伫咱中间去做礼拜，所以我想今仔日的即段的圣经节，也是互咱的一个提醒，就是咱着爱醒过来。吼，咱毋通去困啊！兄弟姊妹，伫咱头拄仔互相伫遮讲平安的时，我毋知影咱的内心敢有真正平安。前一阵仔，咱互即个肺炎的疫情用甲非常的紧张，若有一天无遮临，咱就感觉心就无平安。佮加上看到其他的国家，拢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伫遐着病，咱佮较惊吓。但是除了疫情，咱敢有印象？伫今年即个世界还有发生什么其他的灾难吗？咱看见伫澳洲树林的大火，对去年就已经烧到今年的2月。毋但是人类受苦，真侪动物也面临断种的危机。伫非洲有真侪国家发生70年以来真严重的草莓仔灾、蝗虫。几啊10亿的草莓仔将这农作物拢食了了。伫亚洲的菲律宾，1月中的时火山爆发，毋但几千个人受伤，并且万外人惶迫爱离开因的故乡。搁过无几天，土耳其的东部发生6.8级的安尼一个大地震。有可能咱看遮拢是真遥远的代志，就当作是新闻来看。但是每一摆看到遮个，就互我想起耶稣甲伊的学生的对话。耶稣的学生问耶稣讲：世界得着什么兆头？耶稣甲伊讲：着谨慎，免去受威胁，因为要有侪侪人托我的名来讲，我就是基督。佮讲，恁毋通去缀因，恁要听见高战甲扰乱的事，迄时毋免惊吓，因为遮个代志的确大身有无期，无量未到。百姓要起来攻击百姓，国也要起来攻击国，地要大地震，也有饥荒、瘟疫，对天理也要有通惊的伤甲大的心影。这事的大生，人要提手掠恁，捆着恁，将恁送到伫会堂甲监牢，也为着我的名带恁到伫君王、官府的面前。而且咱看见，这事看起来真惊吓。地有大地震，有饥荒，有瘟疫，是毋是咱即马世界伫发生的遮个事咧？但是耶稣讲，遮毋是末期要到，这是大生会进前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遮个事看起来非常恐怖，人一想到就惊到要昏去。但是耶稣爱咱基督徒安怎来看待遮个事咧？拄拄有遮个事，恁着挺身起来抬头，因为恁会赎回君啊！耶稣安怎知影，原因毋是绝望，原因是救赎完成的日子，所以咱着仰头来仰望。耶稣接续佫讲一个相关的比喻，
就是讲恁试看无花果甲拢总的树，因发芽的时，恁看见就家己知热天运啊。安尼，恁看见这个事，就着知上帝国运啊。而且耶稣互咱，甲咱用一个无花果来甲咱教示讲，无花果树因差不多是伫4月还是5月份的时，会同时发出这个果子甲叶啊。所以当伊看见叶啊发出来，就知影讲热天要滚啦。耶稣用安尼来提醒咱，着警醒来看这个苗头，因为伫世界末日要来临的进前，就会有这个事发生。所以虽然末日的期无人会知，但是耶稣爱咱，着谨慎，惊了咱的心会贪食、酒醉，甲即世间的话语拍乱，就迄日亲像活斗有夫人到伫恁，因为迄日要亲像安尼到伫见人徛起全地面的众人。若是恁着逐时敬请祈祷，互恁会得闪避将来拢总的事来徛起伫人主的面前。有3个魔鬼伫遐互相参详，讲因要安怎来迷惑人的心。第一个就讲，伊要甲人讲即个世间无上帝；第二个，伊讲伊要甲人讲即个世界无地狱；第三个要甲人讲，伊要刺激去宣传讲世界末日的期要真早。所以这3个人讲了，这3个魔鬼讲了，因就出去宣告。经过一段时间，因转来互相分享宣告的成果，结果发现第3个魔鬼得到上侪的支持者，因为世间人较爱的是啥？搁早咧，毋免急。就亲像真侪人讲到信仰的事，也是服侍的事，拢是安怎讲？等我退休，等我较有时间。但是上帝的事，敢有人知咧？也是咱会当掌握的咧？也是咱会当控制的，拢毋是。因为你姊妹，咱毋免伫遐约世界末日的时间是甚物期，咱嘛免伫遐用生啊什物款，甚至空金搁包面，迄是上帝的事。但是咱的责任就是照圣经的教导，就是透过咱对耶稣基督的信，伫生活内面实践咱的信仰，并且用安尼来做好的见证。所以保罗伫第13章，就是今仔日咱即段经文的落尾，敢若是用一个起床号，就是伫遐话讲起床啊，来唤醒信徒，毋通搁困啊。我想这对咱现代基督徒也是真重要的提醒，因为咱比保罗时代的信徒搁较好困，咱太舒适，咱太自由，无迫害，无要求。所以咱需要搁较侪去读圣经，搁较侪来认识耶稣，咱才有智慧，会当来观察世间一切事。知影讲遮拢是伫应验圣经顶面的话，但是咱嘛毋免毋甘，也毋免惊吓讲即个世间要过去，因为即个世界虽然真好，有咱真爱的人，有咱真享福的遮物质，但是遮拢无法度带互咱永远的平安甲喜乐。咱基督徒爱期待是啥物？就是耶稣第二届过来，因耶稣要带咱入去的是上帝荣耀国度，伫遐是世间无法度比拟的好。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一项保罗教导咱安怎看待地上的政权，就是咱甲国家的关系。这段我无，咱会当伫厝里看这段圣经节，但是咱对这段圣经节嘛真熟。因为伫圣经内面真少有亲像即节的经文，遐尔啊侪时间互人误用，就是讲逐人着降服，伫做时代有官兵的。因为真侪人运用即句的经文来要求活伫极权政权下面的人，着忍受、着吞忍、着顺服。但是咱来知影，保罗伊写即段经文，毋是伫处理一个无公义的政府。伊是伫描写一个有上帝心意运作的一个政府，所以咱若是活伫一个上帝心意运作的安尼政府的下面，保罗讲咱着爱顺服，并且对旧约佮新约拢总认为，既若有官兵的，无毋是对上帝出，所有的官兵拢是上帝所定着。
所以咱看见伫旧约所罗王、大卫王，因拢是上帝所拣选的，毋是人的手所立的。甚至亲像以色列的对敌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国王，上帝嘛称伊是伊要用来处罚以色列人的奴仆。所以耶利米先知爱这犹太人，就顺服伫巴比伦王的统治。另外，保罗嘛认为地上的政权虽然无完全，但是这个政府至少提供一个特殊来维持社会运作。咱知影保罗因有公民的身份，所以伊有安尼一个身份，罗马政府就保护伊，免去受到这犹太人的攻击。这伫无形中间嘛提供伊一个安全，会当互伊世界去传福音，嘛互伊有机会会当到罗马皇帝的面前来做见证。另外，保罗会安尼劝勉基督徒顺服罗马政府，是当时有一寡人犹太人，因非常反对罗马政府，特别其中有一群人叫做混水党的奋锐党，因认为因唯一会当效忠的是上帝，毋是地上的君王，所以因就用非常恐怖的手段来对付这个纳税互犹太人纳税互罗马的犹太人同胞，因会毁坏这个人的厝，烧因的田，并且因身躯会带一支小刀。所以，因嘛互人称作是小刀党，以小刀来暗杀因认为是亲罗马的这个人。我想咱活伫这个民主的时代，咱拢会当有机会会当表达咱家己的声音。咱嘛认为讲，我会当表达的意见是上重要的。但是伫迄种时代，保罗看袂出这个人因有甚物理由会当安尼做，所以保罗伫遮是伫分别基督教甲犹太反恐主义两种的区别，伊认为基督徒嘛爱真做一个好的公民。所以虽然迄当时的罗马政权对伫基督徒毋是真友善，但是保罗认为无人会当脱离政府高大伫遐生活。伊嘛认为国家会当保护人，提供人特殊各种的服务，所以基督徒就爱顺从。第5节有讲，所以的确要顺服。毋那为着受气，也是为着良心。而且良心是讲上帝藏伫咱内面会判断咱。一方面，你爱知影政府是上帝互伊权柄来顺服政权，但是你嘛爱有安尼判断咱，来看家己讲，我敢会当完全来接受这无法理政权的要求咧。伫这点，保罗甲耶稣是同款的想法。咱敢袂记哩有人？伫一个场合问耶稣讲，敢会当纳税该撒的安尼一个代志？耶稣是安怎回答的？耶稣甲因讲：恁着将该撒的面纳互该撒，将上帝的面纳互上帝。这句话真清楚地表示，献互该撒的，毋是无限量的，只有属伫该撒的才献互伊。所以保罗伫遮嘛是讲，顺趁是有限度的。当政权要求的是上帝的面，是已经超过因应该要求的时，基督徒还当因为上帝藏伫咱内面的判断力来拒绝。就像咱知影，即马伫中国，有真侪牧师伫就任的时，因一手看圣经，但是因伫嘴里是告告，因服从的是共产党，这敢对咧？这毋对，这根本就违背信仰。所以基督徒要安怎政权？若根据这段圣经的理解，咱就知影，咱袂当单纯用安尼字面来看待、来运用。英文毋是表示保罗全面的一个政府观，伊会讲安尼话，是因为有对旧约来，甲伊当时世界，会互伊会当讲出安尼劝勉，来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虽然恁是属伫上帝国度的公民，但是至少伫政府会当提供恁特殊的情形下面，基督徒就袂当避免公民的责任。毋过，当这个政权的要求超过上帝的时，就爱有智慧去判断。另外，我嘛爱提醒咱现代的基督徒，咱嘛爱有一个正确观念。圣经毋是一本伦理道德的册。互咱会当伫生活所有的范围内面，去找到会当相对应、
会当套起你运用的安尼一本册。圣经是互咱会当认捌上帝的听，会当认捌耶稣的救赎，并且看见人会做，看见家己的有限，知影讲我爱去超找救赎的一本册。所以咱知影有限的人，咱拢是罪人，罪人组成的团体政权一定是无完全的。所以咱嘛知影讲，安尼罪人组成的一个政府，哪有可能是一个完全的政府呢？但是咱基督徒会当做什么呢？就是替咱的执政者来祈祷，不管是毋是你介意伊的执政者，咱拢替伊祈祷，求上帝会当互伊有用公义、怜悯来好款待人民。因为伊若无安尼做，伊嘛会互上帝处罚。咱对历史、对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咱会当看见这个事。接着保罗就处理关系公民的一个责任。就是咱兄弟姊妹，即马咱嘛伫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纳税的问题。保罗官伊认为讲，为着要互政府维持正常的运作，所以公民就爱纳税以外，伊嘛用一种非常特别的讲法，伊讲所应该互正人的，就互因。这句话较接近原文的意思是讲。恁爱逐人行所欠因的，保罗爱咱行什么罪呢？保罗讲有4种罪：欠因供银的、供物的，就正供；欠因税金的，就纳税；欠伊敬畏的，就敬畏伊；欠伊尊敬的，就尊敬伊。这看起来真奇怪，互咱敢会去？敬畏咱政府咧，或者看起来对现代人来讲真奇怪，其实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因嘛无法度接受，哪有可能纳税互罗马政府咧？咱现代人嘛是啊，咱上多咱是顺服政府的律法，但是讲咱要尊敬政府，咱要敬畏政府，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保罗的安尼讲，是要接续落来下一段的经文。就是保罗甲咱讲，咱行这的罪，一切是为着听，因为听，咱毋能负后面的这责任。咱这个政府敢若欠咱的纳税，咱就纳税互因；这个政府敢若欠咱尊敬，咱就尊敬伊；这个政府敢若欠咱敬畏伊，咱就敬畏伊。保罗爱咱内心当作是欠因的，安尼才这个事。所以接续落来这段就是讲，无得欠人心命，意思就是讲，政府的纳税、正供，也是互执政者的敬畏、尊敬，拢唔通欠，爱紧紧还互因。但是有一种罪，咱是永远还袂了的，不断在欠人的是什么？就是三听。而且讲，因为听人的有尽律法。听人的，这个人是啥？这个人就是耶稣好的撒玛利亚人比喻的内面，迄个厝边，就是上帝放伫我的性命内面，每一个甲我相拄，需要我帮助，并且我嘛有能力去帮助伊的迄个人。有真律法，这嘛是耶稣的观点，因为无人会当守全部的律法。所以嘛，无有人有办法会当靠律法来得救。所以耶稣讲，无得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也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我是要应验。耶稣安怎应验呢？耶稣献上家己来成全律法对伫罪的代价的要求。咱知影，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耶稣互咱因为伊的血。对死的刑罚中，咱得到讨报。所以虽然咱的肉体会死，但是咱伫耶稣基督的听救赎的内面，咱得到永远。保罗伫遮讲有尽律法，这毋是甲因性称义，因为保罗深信，当一个人因为因性称义，伊真正互耶稣改变了后，伫信心方。就产生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甲生活态度，所以当咱伫信心的带领下面，
咱就会去听厝边，安尼就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看到即个嘛，互我想到即句话，伊讲听上帝，你就会当随在你的意思去做。这看起来真自由，想要做啥就做啥。但是即句话的意思是，一个真正互上帝掌管性命的人，伊的动机就会出伫听，伊就无需要律法来约束伊，来要求伊，因为伊所行所做，拢是为着听人、听上帝。接着保罗用10条内面的，唔通听人，唔通杀人，唔通偷窃，唔通贪心，这4条来说明。这4条拢是咱甲人的关系，咱要安怎伫这书顶面表明咱的听？就是你若安怎听家己，你安怎关心家己，关心家己，你就爱用同款的标准去听人，去关心别人。也你家己唔愿意的歹，你嘛袂放伫别人的身躯顶，因为你知影，你对伊的听是有责任的。第15世纪德国的庄卡有2个好的朋友，一个叫做丢勒，一个叫做金斯坦。因2个人都非常爱画图、爱美术方面的代志，但是因为这2个人的家境非常的爽贫，所以无法度供应伊美术的这学院伫遐来学习，所以因只有伫日时做工，暗时练习画图。但是因为工作降低因难，所以2个人拢无法度有真大的进步，因就做一个决定。金斯坦先去做工，供应丢勒去学习。等几年了后，才换丢勒去做工来趁钱，互金斯坦去学画图。所以丢勒就开始前往欧洲的这城市伫遐学画图。几年了后，伊真正成功啊！毛作品开始卖出去，丢勒就转去伊的故乡，想要甲金斯坦分享伊的成果，并且换伊来供应金斯坦去学画图。但是无想到金斯坦一个好朋友，因为长期的工作，伊的手早就变形啊，伊无法度去摕笔来画图啊。但是金斯坦无安尼为着家己怨叹，反倒伊为着伊的朋友丢勒会当有安尼的成就，伊感觉非常的欢喜。有一天，丢勒伊无通知伊的朋友的情形下面，伊去到金斯坦的厝拜访伊。当伊行到门口口，听见吹声音。伊静静徛伫门口口，往内面一看，是伊的朋友金斯坦双手合十伫祈祷。伊听见伊的朋友祈祷讲：“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大大赐福互丢勒，互伊会当成功。我法度画图，请你将我所仰望的技术的材料加倍赏赐互伊。”丢勒徛伫门口口，内心非常感动。伊伫遐想讲，上帝啊，我会当为着我的朋友做甚物呢？伊就突然有一个念头，伊就去摕出伊的画笔，将金斯坦迄双祈祷的手来素描落来。伊讲，我要用上帝互我的文字画出即双祈祷的手，表达我对我好朋友的感谢。我嘛要互每一个看见即幅图的人知影。我所有的成就，拢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对我所做的牺牲。丢勒是德国真出名的画家，有真侪真出名的作品。但是这幅叫做的手的图，诚做世间人的鼓励甲帮助。因当伊看见这幅图，就想到朋友牺牲的疼。伫这个世间，咱真恶得找到安尼疼，但是咱感谢上帝。伊就是遐尔疼咱，甚至来到世间为着咱定十字架。咱嘛感谢上帝，赏赐互咱有老母甲家庭，互咱会当伫人会牺牲的疼的下面来长大。今仔日是母亲节，虽然伫疫情的中间，咱无啥物过节的感觉，但是咱会当甲照顾咱的人来甲因说多谢，嘛甲上帝感谢。但是感谢伫内心，咱嘛会当用咱外在行动，继续来回应上帝，来传承咱家庭中间的疼。就是咱爱学习保罗讲，咱三疼就好亲像是负债同款，是还无了的一天，咱啊一直疼到主耶稣过来迄日为止。
第三段经文是12章到13。第12章，保罗甲咱讲，毋通效法即个世界，咱爱互信心来换心。今仔日即段经文甲咱讲，咱爱看伊是活伫暝要过日时君的交接的日子。而且暝就是讲耶稣过来进前的日子，也就是咱生活的时代，即个真黑暗的时代。日时是你讲耶稣来临的迄日，也就是救恩的日子。所以保罗是咧甲咱讲，咱伫世间一天一天在过，但是救恩嘛哪来哪挖滚咱。所以伫即种黑白交接的时代，嘛是罪恶猖獗的时代。因魔鬼嘛知影迄日得要到死人，所以咱好亲像是生活伫战场共款。咱若去战场，咱敢袂当心里拢无杂咧？咱若心里拢毋杂，咱就空手安尼去，无偌久将魔鬼杀死也是抢去。所以保罗伫遮甲咱讲，咱爱带光明的正觉，脱离黑暗的行为，并且请主耶稣基督这暗世遮的君王。以及天中派的神类，所以恁着用上帝全部的正觉，互恁伫风险的日拄当下调，到恁已经诚隆重的事，也悠然徛在，所以着徛在用真实下药言语做好生行，并福音的备班穿伫骹里，搁着野神的盾牌，用即个才会拍灭歹的一切火箭。显现出来，互人看见主耶稣。其实这段13章第三段这段经文，伫教会历史中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伊得到一个真重要的人，就是奥古斯丁。伊少年时，伊是非常的放荡，因为当时伊接触一个异端，叫做摩尼教。这个摩尼教是容允人会当放纵私欲，所以淫乱、食酒会当讲是伊每一天的生活。伊虽然非常的，但是伊拢无法度来脱离罪的引诱。毋过，奥古斯丁有一个敬虔的老母，伊不时去为着伊的后生在祈祷。有一天，奥古斯丁伫花园，伊一手摕着圣经。但是伊感觉伊的人生非常的歹过，非常的艰苦，伊就坐伫无花果树下面伫遐哭。伊甲上帝讲：主啊，为虾米你无要马上赦免我的罪，互我内心有平安咧？为虾米我犹原脱离这罪的捆绑咧？就伫即时，伊听到伫花园内面的囡仔咧佚佗的声。这囡仔咧佚佗。在你耍什么款的游戏？伊伫遐讲，摕起来读，摕起来读。奥古斯丁去拍开伊手中的圣经，拄啊好就是这段。这话亲像光照入去伊内面，伊就悔改信耶稣。后来成做教父，对基督教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兄弟姊妹，伫今仔日这段经文，耶稣甲咱讲，时间无多啊，所以咱要好好珍惜信耶稣改变家己传福音的机会。虽然咱活伫这个世代，但是咱真正的身份是天顶的国民，所以咱就要学习天顶国民的款式。当然，这毋是马上就有，但是圣经也是教会生活会当帮助咱做伙来学习。所以，毋茫咱拢会当得到亲像奥古斯丁所得到的迄道光共款，帮助咱换心，伫即个世间过合伫上帝心意的生活，咱做伙来祈祷。